我享受觀察生活中嘅小細節，然後加以想象嘅過程。我哋每一日都想象我哋嘅將來會係點，但事實係生活中往往存在住好多我哋預計唔到嘅限制同變化，令到我哋對未來停留咗喺一個想象嘅階段。但如果冇俾呢一刻規限住呢？用記憶留住當下美好一刻，但係更重要嘅係用想象開創未來，因為我哋嘅未來仍然充滿住無限嘅可能性。要觀察，去留意，就係因為每件事物背後都有唔同嘅故事，亦都代表咗唔同嘅可能性。我享受畫畫中想象嘅過程，更重要係我可以從每天嘅一點一滴勾畫出生命中意想不到嘅未來。我相信未來充滿咗無限嘅可能，只要我哋願意去想象、去尋找、去行動，只要用心去睇，見到嘅一定更大更遠。為未來尋找，為未來行動，實踐下一刻的可能。中國太平。